世界万行台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暗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黄平晴。你有看到这本册？这是一本册，薄薄啊一本册，但是内面有台湾的历史、台湾的记忆、台湾共同的趣味，这叫做歌册。今仔日来到新竹的城隍庙边啊，这条巷啊，你看画画，但是这个故事足精彩的，咱带你来德林印书局来听歌册的故事。阿金牛啊，我看了这册吼，哇，就熟悉的吼。我对少年的时阵就开始买歌册，拢买恁兜的，完全好啊。所以我一直甲阮制作人讲，我一定爱来翕这个咱德林印书局吼。但是阿姨吼，拢真低调，拢无爱受采访。啊，结果就有缘，咱拢忙甲。啊，人对对。你甲咱讲吼。你是安怎来做这印书局？阮大官做，我来啥物？阮大官啊哈，我来伊就有啊。你过来的时阵？伊就有啊，对，都已经做讲几多10年咯。啊，你哪会忙到过来遮远啊？啊，因为就是做利用员同事，住咧大理街。啊，因太太做毋忙。啊，因利用员同事，互阮做，到即马差不多7、8、10年。了啊，进前差不多5、6年前，迄种师傅拢。8到10个，我家己嘛做啊足忝啊，再讲互别人做安尼。哦，所以是因为本来德林的客户是最通书，你小等我摕给你看，我的通书古早一本，这个是看日子的通书。对啊，通书啊。哦，就是这本啊，这本的这个先生的太太，我来2捌来呢。来2捌来。5天来我2捌来啊。啊，结果阮阿嬷就讲，我虽然拢是咧照顾啥，拢逐项拢毋捌咧做。啊，伊讲惊伊讲，敢若讲因遮是孤囝，老东西袂晓讲冤家。伊讲啊，你著规矩起嫁，因为我老大。伊讲你大汉若无嫁，下骹无人嫁。古早时代人是讲，你大汉无嫁，下骹无法度嫁啊，嫁出啦。哦，是这个姻缘哦。阮爸爸无同意啊。其实是无同意。无同意，啊，尾后佫介绍阮大官佫朋友。伫咧广州街大同书局，反正你知大同书局，啊，背啊，佫拜托伊佫来甲阮爸爸讲，啊，尾后阮爸爸才同，啊，我主要要寄来遮是阮阿嬷伫咧同意。注意的啦。啊，伊讲我逐项拢袂晓。啊，有见过面无？啊，伊就去银行甲我看。哦，迄阵是你踮咧银行咧上班哈对，啊，伊看足介意，啊，阮就我无爱啊。啊嘛是过来啊吼！过来是足艰苦啦，我来考1年。来考1年，才知影讲哦，这印书局安尼才艰苦。毋是艰苦，因为因的环境我无熟。啊，我自细汉就阮阿公阿嬷吼，拢真疼惜，啊，所以来拢会想到因阮阿公阿嬷，阮老爸老母。大家闺秀。啊对，啊，阮兜大家族，啊，来因遮无人啊，只有阮先生5个囝。讲会惊，我来讲，阮几落代住斗阵啊。啊，所以你才会来遮讲啊，那是。啊，哪有借了猪哈？我凊老来说，啊，哪有这是啥物猪？吼，哈，后迄个啥物相苗猪上，我想，啊，咱伫读书嘛，毋捌拄着叫啥物猪。吼，迄阵时已经开始无咧接触种物件。有，你怎讲师傅咧用？啊嘛咧夹。我讲你本身伫放假的时阵，并无接触种。毋捌看，因为咱没有看过，毋捌。迄时候民国50几年，我53年过来啊。哦，1960年左右嘛。应该是。啊来了，是安怎才变做你的经验？啊，因为我来我拢毋免做工课，因为因遮拢请人煮饭烧，我拢毋免做工课。啊了后，就阮先生甲民国60年2月初1往生了。啊，往生了，我就敢若讲，全部拢废去啊，根本拢毋捌做代志啊。啊，尾后阮爸爸，我甲阮大官讲，爸，我甲你斗落做啊。阮老官两家老爸讲，你一定要共救，因为因2个老拢70几岁啊。啊，你个囡仔才细汉啊，我嘛想讲对啊，一定爱顾囡仔，甲教阮大官。阮大官无简单，才能做这。
你家族的人生故事吼，咱先来好啊。咱先甲观众朋友来介绍，什么叫做歌册？歌册就是念歌，搬歌也歌就七字句，伊叫做七字句啊。哦，就是七字一句哈，对对，一句哈。四句一拍。哈，对对对。安尼就去念吼，所以咱来看吼。伊这拢对嘛四，拢排四个，伊拢排四个对吧？哇，伊拢排四排。来，咱来看吼。伊拢排四排吼。朋友，恁听我讲起一套轻盈好歌诗，车长司机讲故事，讲故事，小宝古道合司机吼，这听起来呢真古早味。啥人叫做古早味吼？其实啦，我要甲观众朋友来介绍，咱啥人要来做这个歌册这个系列，就是讲吼。其实歌册，咱即摆咧学台语吼，中心要学台语，还是大人要来甲台语讲转来吼。咱其实生活当中的字啊、句啊，拢少啊。其实在遮拢当找着呢。对。吼，你看这啊真趣味，迄毋是干那个咧讲古早味这汽车司机、车长的小宝咧。对。这有够趣味的啦！这毋若是讲怀旧啊。怀旧啊，尔啊，讲古早是毋通讲啊，咱见古人讲过去。对。其实呢，还佫有现代意义吼。你来看，这还佫有天堂地狱歌，哦，这是古早的。你过来了后，才会知影讲啊有这种歌。对。你毋捌听过？毋捌听。啊，即摆迄阵时处理还佫真济工人咧制办。对。所以咱这处境其实吼，咱个观众朋友讲这。德林吼有两个名，一个德林印书局，一个叫做德林书局。对。吼，隔壁是印版店。印刷厂，印版店。对。啊，咱印版店迄阵是工人佫真济。真济，伊这拢用原理一日排。我会记古早佫爱填呢吼。啊，佫填，啊，就是这本书填啊。用这填。用我填，我一工我都填2000本嘞。填啊2000本。我开手真紧。咱讲，咱先啊有这个德林书局，是安怎恁大官哦会来做这？伊讲古早阮大家讲大官哦，拢是去人挂珠，古早拢去台北重庆南路文化书局，你知无？文化书局。挂资料的，再拢因翁仔某拢打去菜市仔卖。哦，所以迄阵时这册是有市场的。有哦，你知道文化书局因拢是大陆。摕来，像千家思想拢是遐砸来啊！文化大革命者，阮一寡古早书、地理书拢是较早人卖阮大官的课。哦，so，啊，是安怎呢？特别来印这个歌册是啥物因缘？就因为阮大官伊搬戏啊。哦，恁大官是搬戏。我咧搬戏哈，咧搬戏。啊，伊较早伊就编这咱卖戏边。我听阮大家讲，卖戏边卡吼，啊卖这还佫卖鸡仔饼。因古早真辛苦，兼卖鸡仔饼。对，我听伊安尼讲。哦，嘛一路辛苦过来。辛苦，所以我就感觉讲大官讲，我嘛甲阮遮囡仔讲，恁阿公拢去路边排，啊，佫吼无读书，佫有拢创安尼，咱一定要继续。无读册。阮大官因那3个哪有读书？就去搬戏咧学遮厉害呢。所以伊戏文拢是对，是啊，他们一起安尼，阮大官，阮大娘哥安尼甲我讲。哇，所以。伊真辛苦呢。咱看这伊这吼，咱让大家来看。你看，这歌册咱小等来了解吼，有啥物类别吼，也有啥物种吼，也有社会教化新歌。这新歌就是新篇呢。吼，这就是咱来读者吼。各位父老众兄弟，请恁参考新歌诗，城堡小弟下主旨。两来相会真无疑，我带身地小市镇，姓任秋兰我本身。任秋兰是谁？阮翁，阮先生。哦，任先生。所以以早人咧开始咧叫花，咧开始咧讲我是谁，我咧自我介绍是咱叫花啦。咱小等会请这个歌册专家老师来甲咱讲解。伊就开始会写。林秋兰，另外一本这就是社会教化新歌。另外这本大家要注意这本叫做《八七水灾》。八七水灾，八七水灾，
我你印者，全3本的，有通写啊3集本，啊，3集3集的，啊对，八七水灾写啊3集，对，上中下哈，上中下这是咱1959年的代志，写甲通好3本，咱来读看卖吼。惯骗水灾歌袂歹，60多年到现代，德林书局煞介绍，著作制作吼，是我林友来，林友来是谁？阮大官。哦，你看，所以这册本内面吼，你这真有纪念性哦。87水灾歌，迄是咱家己编的。哈，啊个阮家己演字一字一字排。叫演字啊，一字一排。对。哇，这毋那是要建功讲过去，这毋那是历史啊，尔吼，这人的记忆吼。对。啊，这迄阵时放是你已经过来吗？过来咯，过来，啊未过来吼。所以，伊哪有通写安尼，遮长咱全3本？唔知咧，我唔知。真牛呢！阮老师傅咧排这字，月哪排哪咧念。阮咧老师傅中史，或者张中，我听阮大官讲，阮开中印刷伊就来啊，来阮兜做。哪排啊哪读？啦，伊咧哪排用哪念啊？哦，小弟汉慢毋敢等，初回食学偏啊，分我未来未晓学搁浅，不比亲像因先贤啊。咱哦，若要学台语，你得对这内面哦去学习新的这个语感，你会晓读啊，内面的字要安怎倒句，字甲字之间吼，这就是这歌册。咱来去来看一下吼，大部分有的是旧的雪梅书君，这古早历史，吼，啊，这就是去食开业段。哦，这嘛真有名咧吼，去食开业段吼，所以咱老师会甲咱演唱一下。你看阮这摆拢是古早书。哦，你有本吼？甘国宝。啊，甘国宝吼，甘国宝。对嘛，我萧行前失得了。啊，萧行前失得了吼。二聊天钉。啊，明丘里配分吼。啊，李三娘吸水。哦，李三娘吸水吼。啊，这大顺经典。啊，大顺经典，啊，这嘛真古早的吼。哈，真古早。哈，嘉兴牛地公司。这赵炳贵、王宝钏。啊，白蛇游西湖。白蛇西湖都五科仙啊，大明节孝。哦。大明节孝真有效。大明节孝歌吼。啊，这人心不足歌。人心不知足歌。哦，啊，这现在有写闽南语。啊，有其他的语言吗？其他顶头是客家语、广东语。哦，顶头广东语啊。顶头的。哈，这广东语。顶头写广东语啊，其实是客家话。客家哈，对。客家话啦，迄阵是写广东语吼。18交联劝善归啊，18交联劝善歌啦，但是伊事实上是用客话讲啊，我袂晓讲客话。咱念袂下。哦，但是因为这新店啊嘛有客家朋友，真侪，伊个新店关拢是客家，会来买哈，拢客家。咱来看古早的相片吼，这切线拢伊咧切啦，这煮线拢伊咧切。哇，哈，这老头家，这老头家吼，啊这头家娘，哎，唔会古早的相片，少年头家娘吼。啊，这是恁孙哦，哦，恁孙啊，吼，对。哇，啊，这少年头家，哦，这少年头家，你娘，这美女是你吼，是无水，哪会无水？观众朋友来看卖，来公开认证，这有影水。少年啊，23岁时阵讲咧嘛，加上是咱网家，哈对，网家大美女过来新店，啊，一酒就40几年。唔拿啦，唔能50，有112乘以减到60。我你讲，这人数发来是52年，52年吼，哇，这安那酒落来，这我来讲吼，阮少年时阵吼买来买，
但是一直唔知影讲是伫倒位。伊早会去买水仙，哦，随身甲阮挂。水仙来甲恁挂，啊，才知影讲爱买来食。啊，我有当是城隍庙吼，来遮来甲恁闪，有当是无开。哦。嘿，啊，后来网络顶头有，所以吼，逐个若要买吼，网络顶头也买有。啊，其实吼，即马真侪拢网络化。哦。但是吼，也是爱即种册，较有古早味。啊，我这无批出去。你这无批？敢若随身要滴有当一半钟安尼。哦。我无批哦，这你是要安怎批啦？啊，咱一本咱差爱20块啦，你讲要安怎批？对啊。啊，这20块就阮豆干伫迄阵啊，我较即摆拢无去。毋捌去过。啊，毋捌，我互阮豆，我伊要纪念伊啊。我两个有当买几部，但是安尼买啊嘛就一本20块。所以你甲咱看吼，我有你会甲咱介绍一下，这安怎这本安怎创？我看到这吼，安分手机歌吼，这安尼一张。哈，对。啊，先拗起来。这安尼拗，我跟你讲，即摆你爱对，爱对。哎，安尼对。苹果你会晓？会啊，拢伊咧创来，毋知。拢你咧创？安尼对啊，伊字啊，我安尼，这甲这对安尼。对折啊，字落。对，啊这嘛是，啊对了，伊再搁切3边。对了，搁切3边。啊，3边对，收边啊。收3个边啊。安尼先，啊，即嘛全部都记好了。伊爱切这爱搁一个。啊，落去裁。啊，再就这皮，就这皮再甲倒喺顶头。皮才倒喺顶头。而且我摕你看，阮遮创好了吼。哦，这古早本。啊，对，阮拢用古早型，阮拢用这古早型，对，这古早，对，我偌济拢计啊摕价，阮豆干我摕价创。我小命，我今仔超工无爱炸来。会啊。啊，你即马伊切好了，这皮嘛爱切，啊切好你再安尼，啊再拗落去，啊再定起来安尼。伊这还未切来切。啊，对折咧。啊，对折啊！阮这同事嘛是较早一张用纸钱呢，用手钱呢。阮咧查某囝，我咧讲500张15分就好啊。大家来拢讲阮查某囝是较加去，真虽然做遐大。是啊。所以因惊着才不爱做，我甲你讲，真的很辛苦啦。啊，你煞要放啥？我有甲阮查某囝讲，妈妈80几岁吼，啊是毋是你大呢吼？啊伊讲。好妈，我你到时啊伊有当时有咧，若休困你就倒来斗3工。哦。啊，剩的细汉的，伊就一个咧旅行社啊。我咧问完旅行社做协理啦。是。啊，第二咧百货公司服侍的。是，咱看了遮吼，这过去遮。啊，这古早的。新德市中央戏院头前。就是对面迄间。对面迄间。停车场较早中央戏院。啊，咱是超工开的遮。啊，阮爸爸讲吼，毋是，对无？阮爸爸，无啊，阮爸爸听讲要买这老烈，较早播歌仔戏，中央戏院古早是叫新华戏台，歌仔戏。哦。啊，尾仔才改中央戏院。哦。嘿，啊，伊就即款，你看这本书是民国47年买去印的。哦。迄阵还阁有戏台哦。戏台有啊，是这几年啊，因为阮这条防火巷无通去。若发生这代志，火车要拍火车袂当入来，所以因才叫因才休困。休困了，伊搁搬吼，2礼拜300英台互看免钱。这古早人吼。对，我咧代念啊，代念啊，真故意。对。所以吼，其实咧，恁规家口啊，规口走，连老员工嘛真代念咧。哦，阮拢敢若家己，阮了甲阮师傅，阮无分讲伊是师傅，阮是头家，阮无。阮无伫工课照做。阮咧一个查某师傅吼，阮拢叫阿，因遮囝叫阿姑，我叫伊姐，18个来阮兜，来到81个，才无大，无结婚。哇！啊，伊嘛真照顾伊，伊拢真照顾内底，阮内底师傅拢敢家己个，阮无分讲头家啊个。有影吼。对，阮爸爸嘛对待员工拢真好。有影真甘心。伊若火运就到位，10点先拄互食。哦。伊讲爱对员工好才会使，因为咱人嘛是骹嘛种头仔才会行路。啊，你无师傅甲咱做工课，咱哪有法通趁钱？休困你拢去做主工。咱除了印歌册之外，其实还阁有其他的。有阁有印经书、线书。线书啊。对，阮较早印足多哦。咱迄了，咱来小看一下，好无？好。这是啥物物件？罗盘。罗盘哦。罗根。罗根嘛。罗根啦。哈。这罗根是安怎？咱印珠叫哪来卖罗根？因为这甲咱的阮的厝有关系。哦，通书啊。阳宅、阴宅，咱看厝、看山顶的幕，都爱用这罗根去看。
哦，嘿啊嘿啊，因为我有卖这册，啊，所以啊，甲这有关联。这全台湾，敢若咱这间，无上台省的时阵，上大省咱头一头甲台中迄出，啊，即马了后是有外口有经销啊。哦，另外还佫有其他的册，老碧云这。老碧云啊，烧饼歌，吼，还佫有花桃仙翁变园，吼，治病变园，吼。玉牙记，玉牙记，福州美食，这上庙口的签诗界，签诗界，这签诗界吼，我甲你讲，你若要学台语的人吼，你上好吼，逐夜你着读，你读到你的语感吼，你对着即个安怎转调啦，安怎讲话字啊，你着较深刻的体会。对，你看吼，河罗古色经吹声。寸步如定万里亭，彼此怀疑不相信，休将思意亦浓情。哦，这就是吼签诗，啊嘛有即个回图千字文。古早千字文，古早有地图。啥物叫做回图？回图千字文啊！来，观众朋友来看，天地元洪，宇宙洪荒。日月星辰，神属力中，然后顶头还佫有图，你有看到？吼，以前人写字还佫画图，吼，所以呢，这千字文，我感觉吼，这咱教育部吼应该好好想办法，甲这吼会当现代化，吼，甲这现代化的千字文，对遮来做抄本来想看卖。这咱德林的书局吼，教堂继续流传落去，画图、千字文。阮的迄个三字经有图，无人有图，阮这有图。对，阮的三字经有。我买一本哦，阮囝读。哈，对。伊这阮有附图哈，无人有附图哈。三字经，德林印书局发行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色相反，故不教，性乃迁。哦。教之道，贵以专，识良妙，识良妙，即人处，主不学。我会记我细汉时阵，还佫遐读。读哦。你若要学写字，哈，对，是。咱这是喺印的是有够济啦。系啊。吼，你看薄薄啊一本吼，有够济吼，书体亲民。还佫有册要百家姓。百家姓。百家姓，足爱买。你毋知因祖先的迄落原早。原出。哈，对吼。你死这人啊，就是伊这个因的。这个群号啦，这个群号啦，哦。咱的无牌，毋是拢有写诗，爱人边有写人个写。我跟你，你安尼50几年落来，你嘛是学不少呢。啊，小看，你1、2尔。无啦，我讲真噶，你1、2啦。这个册局吼，真正爱甲流传落去，啊，大家才有通啊想办法。对啦，我是讲现代人，更较接受。对，咱阮豆干讲叫我们人得人无去。我若无做就无去啊，因为我听阮豆干是讲，竹林书局敢若好像全是只有我，袂使搁联合啊，袂使有第二家竹林书局。较早敢是规定安尼，我毋知。咱有去出这名号。哈，对。是。啊，我看吼这边，头家有。啊。你遮拢看上名的册，安尼这边录音补感。啊，我就想讲，存袂遐存，这本偌钱的空啊。哇，这哦。我讲互观众朋友听，我吼买了第3本去啊，头2本拢变较烂去。爱真认真嘞。咱哦，若要学台语，学习台语，这个上基本的字典啊。虽然即摆有真侪罗马字的这个拼写啦啥吼，但是哦，你加减捌一个过去人哦用反切，就去注音，啊，才着去找字，而且吼有的音有变化，啊有争论的。大家吼加参考，所以呢，学台语吼，除了你伫电视看咱台语台以外，德林书局吼歌册，这吼包罗万象，吼，而且呢，这台语爱甲唱出来，对，爱唱，爱唱，啊有这个音感，吼，而且讲会透漏，对，讲会顺，对，吼，按怎么来？请一个老师吼，来给咱特别来表演，啥物叫做歌册念歌？来看念歌。一个故事，
我选一个去食开个段，因为我感觉这是咱台湾本土的，是，本土的物件，搁趣味趣味啊。我念一句，你写一句；我念一句，你写一句，还有这手抄本，就得念这或者印刷本。来去食开艺段，来到现场真无简单，甲3位老师级、老师吼，请来到德林书局。这吼，因为吼歌仔实在对大家来讲吼，真熟悉，佮真遥远吼，所以呢，会特别邀请了叶老师。叶老师本来人生故事也真精彩，咱另外一集再来排解吼。但是这个客家开艺段，老师先甲咱讲，这客家开艺段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 2年前哈，
我开始咧教剧本的时嘿吼，是， 3年前开始教。嘿，第一年，阮是学即个周成过台湾。周成过台湾，周成过台湾，我是用这个我对杨秀娟老师学的。嘿是，啊，2年前就开始我选一个去食开业团，因为我感觉这是咱台湾本土的，是，本土的物件，啊，搁趣味趣味啊。啊，我感觉咱即马就来唱一寡较趣味的，互咱的朋友听安尼啦，啊，所以我差不多用1年的时间就甲这本教完。所以去年我办一个音乐会吼，伫阮兜办音乐会，啊，我就邀请我学生来表演去食开业团，对头演到尾。这自头演到尾，你看吼，薄薄啊一本吼，其实爱演到偌久？差不多90分钟嘛。 90分钟哦，哦，敢若 orchestra 咧，敢若交响乐队咧，吼，一色的这个命运交响曲嘛，才30-40分啊尔。你这有90分钟咧？差不多90分钟。啊，因为实在讲，这个歌册吼，咱社会上可能真侪人毋捌看过。啊，这内面的内容是咧讲啥物？伊主要是安尼，就是讲有一个查甫人，吼，一个帅哥啦，帅哥伫台北吼，就去一个有查某的所在，敢若怡丰苑安尼啦，吼，去遐开咧，啊，伊钱拢开完啦，拢去树打起就对啦，吼，啊，就代志就无啊。啊，这个查甫人有一天就去南部，佮去看到这个查某，吼，啊，伊就想要报复啊，伊古早钱拢叫挖去嘛，叫乌掉去嘛，吼，啊，就要报复，啊，伊就去找啊，伊去问朋友讲，我即摆去找着迄个甲我乌钱去迄个查某囡仔，啊，即摆我要想办法咧要甲报仇，吼，啊，伊个朋友就甲建议讲，啊，那安尼来讲吼，啊，无你去找只去食，去甲伊困，去甲迄个艺大困，啊，你知影艺大伊普通是拢去伊个对象拢是有钱人嘛。 啊！你若讲去甲伊，去互伊去食困去哦，都无记得啦。啊，所以对头到尾就是演即个开始的时是即个艺段真较悬嘛，吼，较姿势较悬。啊，到尾也是一路愈来姿势愈来愈低，到尾去食开去以后，就敢若讲啊，我人生无希望啊。吼，啊，我感觉伊这编到尾也是啊，真趣味，就是讲伊即个艺段吼要自杀啦。 啊，足无民主要自杀，啊去买豆腐来吸豆腐啦，吼，啊去跳入去水个讲，哎呦冷叽叽啦，吼，佫毋敢落去。啊，我是感觉啊，佫要结束时，佫一寡坑死物件。是，所以我感觉咱伫咧这歌册吼，大部分拢无开始是剧情嘛，啊，到尾后来拢款是，对。所以你看上后尾吼，少年想要学艺段。 到老未得通受伤，那生歹面未演电，这是要安怎读？哦，这我嘛袂晓读呢。那生那亲像啦吼，那生歹面未演电，是不是？来哈，因为我有甲改过。你真侪人，你若照这。 歌册来看吼，你每一字拢看有，但你毋知伊在讲啥。啊，我甲解做咱即卖台语。啊，伊讲少年想要开学艺段，到老未得通受伤。哦，这看有嘛吼？若生歹物要安怎？哦，要安怎啦？哦，原来就是要安怎啦？哦。 要安怎？哦，所以你即字你嘛捌，两字安怎两字你拢捌，你毋知啥物意思。伊迄阵时是用共音落去写对，照音，照音哈。啊，上尾也是嫁翁较有伴。哦，也是嫁翁。算较会好啦，算较会好啦。哦，少年有树有朝宿，少年有树通好休。啊，通好休哦。休困，休困的休。休困的歇困啊，到老就风看无着啊，就风看无着，对，辛苦病痛大声叫，看相要甲咱转药，哦，看相要甲咱转药，对，所以吼，歌册内面其实是差不多，差不多是当时的语言呢。
古早，真古早。听讲是汉调音，就讲这款话啊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即摆迄阵时的记音吼，较无记到遐胶全啊，咱尤其年代的9万字吼，是，咱说有当时看到字煞袂晓读，啊，老师甲改做较罗马字，对，啊，互学生会当来读。啊对，因为即马咱普通的人，你要看这歌词实在看无，所以我都要去甲翻做咱即马教育部的代语言，啊，佮甲做罗马拼音。念歌这项，迄其实是爱配合这个剧情。对，哦，啊，初开始，咱来咧读开始的时阵吼，啊，佮有一个自我介绍，啊，叫花，迄叫做叫花啦吼。叫花就是我即摆受一拍嘛是七叶调吼，啊，我做我的教材，就是讲自我介绍，啊，老师，你要试看卖自我介绍因感情嘞？来，啥拢要唱来。老师，你来试看卖自我介绍。那我2位我佫毋捌甲你请到尊称大名，咱来试看卖。来，你要唱啊？好来，好来，我帮你弹，按原名无共啊，谱就无共嘛，吼。嘿，好来，一人一摆，好无？啥物叫做叫花？而且我当下你唱，你要弄啊？老师当我加减啊，好，啊你主唱啊。我跳开来了。我来读互观众朋友听吼，到底这读怎？来，试试。各位贵军若朋友兄，我来念歌互恁听，望恁支持甲阮听。姓名，无，这每一个人名无共。比如讲，我是黄平仁，嘿，吼，黄平仁就是我的名。姓黄平仁是我的名。啊，佮重复一句哈，平仁是我的名。啊，这个叫花。对。我会当试看卖。好来，我试看卖，这字啊。
哦，迄气爱足长的呢，啊对，无简单，无简单。嘿啊，唱啊到90分钟哦。你杨秀清老师伊即马伊讲8点钟伊嘛唱啊，哇，嘿啊，伊要做流行歌曲的歌手无法简单呢，以早。是啦，你若敢若像咱社会上，你若要甲人无共款，你着该受较济辛苦嘛。哇，是啊，本来就是安尼嘿。老师吼，是，咱今日来这德林印书局吼，因为我也是因的老主顾啊，吼，哎，是少年时阵就定定来，这样呢买册啊，还是后来用网络咧买吼。在你是先学乐器了，才接触到歌册，还是先是哦，才接触到歌册？是，你会当甲咱讲一下，即念歌吼，甲歌册之间的即个关系，因为观众朋友无一定理解讲过去的即个历史到底是安怎进行，念歌甲歌册的即个关系。歌册差不多有2款嘛，一款是手抄本，吼、这老的伊毋捌字啊，爱着念像王竹川老师，伊无读册毋捌字，伊就讲叫因查某囝来阿玲来，我念一句，你写一句，我念一句，你写一句，吼、迄有做手抄本，就德林这或者印刷本，印刷的伊较济嘛，你会使印做一本，这念歌这项物件吼，在咱过去是安怎？什么一般的即个情景内面咧唱咧念，咧互谁欣赏？是谁咧欣赏，还是什么情形之下？那我听杨秀卿老师讲吼，因为伊较早走江湖嘛，吼，因为伊细汉目睭无看到，因老母就带伊去对人个念歌的，伊想讲，你若学着一个功夫来讲吼，你未来大汉以后，你家己会使饲你家己，吼，你若个带一个有目睭，讲目睭好好的吼，会使甲带路嘛，就变做饲2个家庭啊。安尼是，嘿是。是。所以，杨秀卿老师伊甲我讲吼，伊是讲伊较接去像台北古早有一个冈山楼有无？冈山楼啦吼，是网家迄个叫做爱聊，吼，其实我有一遍足无礼貌的甲问你，敢使吼？我甲讲老师迄个你即摆会晓唱的吼，若伊讲捌伫冈山楼一唱的唱1个月。自唱对，唱1个月，吼，我问讲，老师你若讲会晓唱就完啊咧，要安那？吼，伊甲我讲一个代志，就是讲我着去迄个大中华戏院伫院馆遐，我毋通伫倒位啦吼，伊讲我着去戏院吼，甲迄头家讲，头家，我想要看恁的歌戏。我讲老师，你目睭无看，你莫看歌戏。你安尼直接甲问啊？系啊，直接问啊，就直觉就反映出来。你目睭无看，你莫看歌戏。伊讲，我就甲头家讲啊，头家，我目睭无看吼，我干那用耳仔听就好。你算我半价。头家专咧算伊半价。我讲头家若要较好心来讲，无你来听免钱对无？伊讲来算半价。伊就是有即个功夫吼，下晡来看歌戏来听啦，听歌戏听咧吼。下暗去，下晡听着就甲唱出来。哇！吼，所以你无法度讲100%啦，可能70%-80%安尼吼。70%。所以呢，即马有咱真侪教授伫写迄个研究吼，就是讲台湾古早伫咧念歌拢无讲话，一直唱落去。因为杨秀卿老师伊就去看歌戏，所以。唱的较少嘛，真侪讲话对毋对？念戏文出来。对，就参物口白拢规划出来，所以有人讲，这个杨秀卿老师是口白歌的创始者，真有影。对我来讲哦，因为我接触到迄个陈美珠老师、陈宝贵老师，因为陈宝贵老师伊较早嘛伫咧演歌戏，因2个人合作以后，嘛就口白，所以我伫想讲。到底是陈美珠、陈宝贵先，还是杨秀卿老师先？唔知，你这学者爱去考据因迄个你念歌迄个记录，迄个记录吼，较少人先有诶。是，因为咱也有看到
哥伦比亚迄阵时吼，是，因开始咧做唱片的时阵，嘛有录一寡咱过去的即个猎歌的物件，对，吼，也有对江山楼录音出来的物件。啊么，这其实甲歌戏真有关系。对，所以咱头仔有七字仔调，也有多马调，也有江湖调10年吗？ 10年嘛，吼，这拢是歌戏内面用的。啊，只是甲取材料，有诶就一段一拍，安尼来做演奏。对，吼，其实念歌甲歌戏无共的所在，就是讲歌戏你一群人伫舞台顶咧表演，一个人演一个角色，吼，啊，真较水水嘛，啊，伊唱就好，讲话就好，啊，但是念歌无共，啊，念歌就凊彩衫穿一个吼，啊，迄个月金摕咧，啊，就也免化妆，也免啥物件，啊，一个人对头唱到尾，啊，就爱一个人扮足侪角色安尼。无毋对，这就是功夫。所以伊即摆咧靠背的时候，伊就去变声。所以我拄过杨世坚老师嘛，伊足厉害的。陈宝贵老师、陈美珠老师，因拢足厉害，伊就变声，查甫查某、老的少年的吼，囡仔，吼真趣味。角色安尼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，啊拢袂乱去呢。迄种老先讲。对。哦，所以哦，即个念歌哦，对歌册啊个念歌啊真济，头老师也讲，这其实是走江湖，真济咱的少年朋友毋知影啥物叫做走江湖。走江湖卖药啊。走江湖就是卖药啊。对。卖药啊开始啊，要招人来，啊就爱叫花。对。啊叫花就是讲人爱暖，敢若即摆来讲的暖场啦。啊是。乱叫人来了啊唱歌，啊有诶先拍拳头，啊对，吼拍拳头啊才来卖药啊，吼啊所以即个念歌就是安尼，在即个场所内面，但是后来，吼亲像咱德林书局，就是在戏台对面的，是，这拄啊好吼，啊而且头家老头家嘛是歌戏的演员，吼啊所以才有即个演员。而且佫留伫遮吼。像我要一个问题，要请教老师吼，你认为即念歌吼，咱坦白讲吼，你譬如讲我算台语算是淡薄仔袂歹哦。你毋甘嫌啦吼，我算会晓读啊吼，但是我有当时读了吼，雄雄读落嘛是不得不切哦。是啊，我嘛会啊。吼啊，所以咱一般的人如何要来甲即个物件，咱讲传承啦吼。要安怎甲传承？比如讲，有专业的人来演奏，吼，来表演；啊无专业的人爱来欣赏，吼，啊上无爱晓念，爱晓学习。你认为这较合理的这个铺排，吼，比如讲政府的角色，还是讲民间的角色，还是学校的角色，啊安怎来铺排？你家己有这个想法无？我是捌想过吼，因为。10多年前，我帮台湾大学图书馆，因为嘛几百本伫哈，啊，伊来找我讲，伊要甲即个歌册影音化、数位化，啊，我去甲找12本出来唱，哈。尾啊，我有一个突发奇想哈，我甲伊建议，我讲，咱若要爱囡仔要爱有兴趣，是毋是来写一个短短的，差不多5分钟，哈，5分钟啊来用迄个动画。所以伊就去甲这12碗菜的歌，给改编较短，啊，我去唱，迄个陈立凯教授吼，伊就去甲画动画，啊，用出来我感觉有趣味，啊，我是感觉你若讲要爱互这个学生囡仔有趣味，就是对这动画入去。哦，爱配这个动态，这影像。对，啊，迄个影像趣味啊，咱唱的歌词都爱趣味啊。后囡仔感觉，伊就敢若像咧学囡仔歌有无？哦，安尼对咧唱，你会晓唱，你阁学着台语。是12碗菜，哇，想到就怀念。老师要来12碗菜咧，现场来一个无？无啦，我袂记啊。这个爱有字的。宜兰有一个圆盘博物馆。是。啊，因为每一年拢会办这个。班导啦，班导办12碗菜，啊，我宜兰那边的学生会去唱啦。啊，是，所以啊，咱咧讲吼，其实爱对着囡仔班，
吼，尤其我想到我细汉时阵，阮细汉时阵听黄秋田啦，是老福州啦，因这后日拢会念歌吼。其实老福州伊无咧念剧本，嘿，伊无咧读剧本，嘿，无咧念剧本，伊敢念一条歌安尼。是，但是咱引起了我的趣味吼，所以我小小的心灵，哦，我小学时候一年级啊、2年的时阵啊，就开始唱一个这经济题，啊，才会到差不多10几岁啊，就开始来编这个物件。哦，咱会晓读啊，但是伊迄阵咧念的物件，伊咧读的口碑，拢是迄阵时的歌星啦，吼，什么陈兰丽啦、严咪咪啦、唱歌哆来咪、唱完索拉西啦，吼啊，有安尼咧创，所以我感觉是对着囡仔班来讲，可能有趣味上重要，是，吼啊，互伊有记忆，对，吼啊，而且像老师讲的，有即个动态的物件可以看。啊，才会当来学习，啊对，啊才来讲其他的物件。对。咱的另外一集吼，甲老师来讲你家己的人生故事，啊才来讲歌册更较深入的这个问题啦吼。开钱要歌算真省，比咱看戏较公平。下得相会真万幸，得人书局字印明。背后心得带起来，新歌定定印出来，畅销台湾甲过海，有买去买就会知。枪支书局我煞报，若有要买免惊无。我真含慢人好，印歌袂认念佚佗。咱这个歌册内面有真济咱台湾的宝藏。咱今仔日头一集的歌册，在德林书局来起稿，但是下手还佫有佫较济歌册内面的故事，歌册外面的故事，拢是咱台湾的故事，嘛是你甲我的故事。